咁首先7名學生玩全球遊戲喎，佢哋嘅學號分別就係1、3、5、7、9、11同埋13。咁遊戲開始嘅時候，由1號學生將波傳俾任何一個人。學生接球後唔可以將球回傳俾啱啱傳球嘅學生。每名學生嘅接球次數唔可以多於自己嘅學號。當冇人接球嘅時候，遊戲就結束。遊戲結束嘅時候，最少要傳球幾多次喎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ath Concept 嘅 Alphas。咁今日同大家講解翻 Math Conception 2025年4年級組別答對率最低嘅5條題目，其中一題就係第40題啦。遊戲結束嘅時候，最少要傳球幾多次喎？咁呢一條題目咧，就睇落好似好複雜咁樣啦。其實最重要嘅思考方向就係我哋要知道，學號越大，能夠接球嘅次數就越多。咁點樣可以做到最少嘅傳球次數咧？方向就係要消耗晒1、3、5、7、9最細呢5個學生嘅接球嘅次數，只要最後剩翻11同13，佢哋因為冇辦法回傳，咁遊戲就會結束啦。咁首先啦，1號學生咧可以將波傳俾任何一個人，咁就為咗簡單方便起見，我就假設佢傳俾9號嘅學生啦。咁喺呢一度咧，傳球嘅次數咧就係1次啦。咁傳咗1次波之後咧，9號嘅學生咧剩翻嘅接球次數咧就係8次啦。咁接下落嚟，我哋點樣可以消耗晒1、3、5、7、9嘅接球次數咧？我會消耗翻5號同學嗰個接球嘅次數嘅。意思即係點樣咧？我哋就係會咁樣去傳波啦。咁當我哋呢3位同學9號、7號同5號嘅同學互傳嘅時候，直到5號嘅同學用晒5次嘅接球次數，咁呢一度咧合共咧就會傳球就係3乘5咁多次，就等於15次啦。咁經過呢15次嘅傳波之後，5號嘅同學就會用晒所有嘅次數啦，而7號同9號亦都會消耗咗5次嘅接球次數。咁即係話7號同學仲有2次，而9號同學仲有3次。點解係3次咧？因為喺第一次傳波嘅時候已經用咗1次啦。跟住落嚟咯，9號、7號同3號嘅同學不斷咁樣傳波啦。咁因為呢3位同學入邊7號嘅接球次數係最少係2次嘅，所以我哋就係能夠互傳2次，亦即係話傳球嘅次數就係2乘3，等於6次啦。咁經過呢一個循環嘅傳球之後，5號同學係冇晒啦，3號同學就得翻1次嘅，7號同學用晒，9號嘅同學都係得翻1次嘅。咁而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個波咧係喺9號同學嗰度嘅，我哋就再去睇之後點樣傳咯。咁剩下落嚟咧就得翻1號、3號同9號同學咧係能夠傳到波嘅啫，跟住就傳翻俾9號同學啦。咁就係咧1乘3就等於3次啦。咁喺呢個時候咯，每一位同學咧除咗11號同13號之外，其實9號同學都用晒接球次數啦。而呢個時候個波係喺9號同學嗰度嘅。咁到最後啦，就係9號傳去11號，再傳去13號啦。因為當個波係13號同學嘅時候，佢得翻11號嘅同學係可以接波啫。而規矩都列明咗係唔能夠回傳俾啱啱傳球嘅學生。所以經過埋呢2次傳球之後咧，遊戲就會結束噶啦。所以最少嘅傳球次數就會係1加15加6加3再加2，就係27次啦。如果想了解其他比賽嘅題目，歡迎留意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